中间卡了吗？你看吧。这上面就好了。这一条哦，2条。冰的。上都在冰箱。对，我那时候是冷冻好。差别很大，因为你不能内用的话，客人等于说在外面消费的那个形态整个都改变了。那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做外送平台，那还有冷冻的一些调理包的部分。对，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，我们有推出粽子平安粽。对，因为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是想要跟医护人员、医疗人员跟一些警消人员分享，所以我们有做了一批的肉粽。那后来客人有询问，所以我们后来就等于说有在就持续做下来。对，然后还开发出冰品，开发出了冰品，那还有水饺，就主要一些是他在家里就可以方便。我们目前还是会是以外带为主，对，因为我们员工目前打那个疫苗的比例还不是很高，对，从上周开始陆陆续续到这一周算是比较施打的高峰。那我的想法是让员工都已经打好疫苗，那也大概是疫苗大家都差不多10天、14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做发酵嘛，所以目前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不会这么快就开放内用。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员工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因为我们暴露的是在客人脱口罩用餐的一个环境，对，而且它时间也比较长一点。所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。因为双北都还没有解封，他们都还不能开放内用。听说一开放就已经有客人，而且是外地的客人打电话来订位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目前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，很多其实他表明他是台北客人，他说因为台北那边目前还不能开放内用，所以他们就近到桃园。那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成为破口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都是婉拒了。对，先缓缓。开给你用比较大碗，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的料也是放那么多啊。很棒啊！按芋头吧。就是因为那个关太久，所以解封第一件事就是来内用吃冰，对吧？就是忍很久了，已经这样子1-2个月有了吧，对啊，所以才会冲来吃冰啊，对吧？下班来犒赏一下自己。基本上在6月26号之前的话，我们有商圈理事会有开过一次会嘛，那有希望说能够跟政府成型，那也有联合桃园其他四大夜市去成型，那结果没想到，7月12号还是几号忘了，7月中就已经开放了。那我们餐饮业内用的话是今天才刚开放嘛，那事实上我相信，因为疫情也趋缓，那我相信疫情指挥中心也开过很多次，我认为可以开放可以降级，那他们才降级的。从5月19号3级警戒开始到现在，我们每个月的业绩至少掉50%以上。因为夏季是我们冰品业的旺季啊，我们最旺的季节、最热的天气，我们生意是最好的时候。那因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至少影响50%以上。